继续来看这个导演谢碧林拍摄到看见台湾的纪录片大出名。去年前因为空难来过身，伊的后生谢丁环成立着基金会，延续环境教育的精神。讲伊受邀请到苗栗图书馆来演讲，伫个活动开始进前，收到承办人的奶，讲伊靠老爸底饮就会当食一世人，互伊感觉真糟蹋。甲听众讲完着代志的头尾，就直接离开了。馆长张东锦真生气，讲承办人哪会使遮尔啊放肆咧？馆长是出面来道歉，若迄位承办人嘛已经清洗了。物件摕来为港台顶拔头就走的是已经做先谢碧林后生谢丁环，当时落伫咧后壁是这场演讲活动的承办人，伊哪了哪会失咧？因为伊甲信息传唔着人去。当下的时候他有跟我说，但那时候因为就是像刚才讲，其实就是心里会觉得很委屈吧，就是说一直以来为父亲的理想跟志业去做拼搏，对，那还是会被这样的质疑系统。谢丁环抢在红邀请去演讲，10月10日一到苗栗县立图书馆去演讲。活动开始进前，收到承办人的信息，内容写谢碧林导演后生30岁，靠老爸底饮就当食规世人。谢丁环看到这字是感觉受到侮辱。当下确实也可能是我修养还不够好，然后那个情绪就波动比较大。谢丁环讲，在演讲开始时，收到省市承办人传来信息，看到时惊到先回一个基本的符号，想问到对方是赶紧把信息收回去。后尾承办人约谢丁环什么回事咧？讲我是要传我的同事传唔到去，互谢丁环认为这种讲法是警察天火土，将第一个信息念互在场的观众听了后，后尾刮头就走，造成齐全的这个不愉快，再一次表示深深的道歉。苗栗县长张东锦知影这则消息，第一时间赶紧伫咧媒体专业铺文章，讲伊最生气的，佮讲承办人哪会这样唔习惯。我当下就很惊讶，说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哈？当然，真的对谢丁环先生造成的伤害，真的非常的抱歉。谢丁环尾啊，嘛伫咧张东锦的文章下卡留会讲关系，佮转来表示分享。让承办单位是关府教育处，教育处调查传信息予谢丁环的是一位姓氏的查某承办人员，伊是约聘的人，伫咧教育处的图书资讯科做年跨。发生这件代志后，已经请示温存，对关府带无好，互谢丁环心情真歹。教育处长和科长嘛自请处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